Hello，大家晚上好啊！我哋一與一天空又同大家見面啦。我係 Vicky，呢位就係一元啦。大家好，一元。係啦，我哋兩個老友記坐低陪你傾下偈。我哋唔講咩大道理，專挑啲民生小事，加翻兩碟輕鬆命理，聽完就得噶啦。今晚我度同大家回味一下咩呢？我哋回味一下我哋細個時候居住個環境同埋隔離鄰舍嗰個關係。非常好啊，Vicky。咁啊，不如你開始講下先啦。好啊，嗱，我就講下我以前細個成長嘅時候住過邊啲啊。我其實應該住過啲類似一屋好多房嗰啲屋啊，係啦，即係應該類似以前72家房客嗰啲地方啦。不過嗰陣時我太細個就冇乜印象，反而我有印象咧就係我住過啲木屋區。我記得個木屋區嘅話，個地點咧就應該大角咀嗰度嘅。咦，大角咀啊，大角咀當時咧就其實我兒時嘅時候咧都有一段短時間住過大角咀嘅。當時嘅大角咀咧係真係有碼頭有船嘅。嗯。咁啊，我哋住個居住環境咧都係好接近，就係啊一個單位裏面咧，我哋嗰陣時有一個叫做業主啊，業主就俾咗叫包租公，包租公。咁呢個包租公咧就係將一啲房咧就係分租俾唔同嘅住客，咁就一個單位其實我印象中都住咗四五家人嘅。咁大家就係共用廁所啊、廚房啊，係咪咁上下啊 Ricky？嗱，住類似你哋一屋多伙嗰啲就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印象中住木屋嗰陣時咧，就唔係啦，係我哋一家人住嘅。我仲記得嗰道門咧，好奇怪，最衰嗰陣時啊，我哋冇錢買相機啦，就係嗰個門閂咧，就好似你以前睇啲古裝片嗰啲客棧嗰啲井字閂咁嘅，係啦。咁即係好容易俾人開嘅啫。係啊，以前嚇。不過住木屋區其實最驚咧，就係一個打風一個火燭。哇！以前一知道打風啊火燭咧就好驚㗎啦。咁我哋從個木屋區嗰個生活條件咧，就可以講緊上世紀50至80年代呢一個時代。我印象中係除咗木屋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啲叫石屋嘅，其實都係同木屋類同啦，一個比較簡陋嘅居住環境。咁60年代至到80年代期間，逐步建立規範呢個政府房屋之前嘅一個階段嚟嘅。一個過渡期嘅咁類似係咪？冇錯啦。咁Vicky，你嗰個時代係咪正值我所講嘅上世紀60至80年代嗰個階段？應該類似啦，因為我記得我哋點樣可以住翻啲公共屋邨，就係因為佢要遷拆，咁我哋就搬咗去啲公屋度啦。嗱，咁我呢度又借少少時間去回顧一下啦。咁整房屋政策其實喺上世紀50至80年代，佢產生咗乜嘢嘅轉變咧？從數據同埋係一啲資料嘅片段咧，就係從60年代開始，香港咧就逐步由我哋叫戰後咧個恢復期走出經濟嘅轉型期嚟形容呢一段嘅時間。咁呢個經濟轉型意味住不同行業嘅工業就同時間係興起嘅，尤其是輕工業啦，我哋都比較認識嘅就係紡織業啦、製衣業啦、塑膠電子啦。咁另外有一個當時嘅工業咧，而家已經係冇聽到呢個名字㗎啦。係咩咧？就叫假髮。假髮係啦，車假髮。假髮咧冇錯係車假髮。咁當時就
因為我自己屋企啦，我媽媽就係做過呢啲假髮廠嘅嚇，咁佢其實都係一個密集式嘅女工啦，嚟到嗯車一啲嘅假髮嘅髮型。嗯，咁當時有啲粵語片咧，好多拍啲女明星咧，都會借呢啲嘅假髮型咧嚟到去拍攝嘅。哦，又幾得意喎！咁呢個係我又講翻我以前小時候木屋區嗰陣時有啲趣事啊。咁我就記得我隔離左右都有啲鋪頭嘅，有一間咧就係叫做玻璃鋪。我啲工人真係好似而家睇翻，即係吹玻璃、吹嗰啲玻璃樽咁嘅喎。咁另外咧就依個好特別啦，就有間棺材鋪。咁我就記得有一次咧，我就同啲僆仔喺度玩捉伊人，就瞓咗落個棺材鋪度。哇！終於俾阿媽知道，就後果就當然唔好提啦。咁另外有一間就印刷廠，嗰間印刷廠又幾得意喎。我周時咧喺佢哋嗰度執啲書仔去睇嘅。咁呢個對我將來成長都有啲影響嘅。哦，咁都幾似我住大角咀嗰個居住環境喎。我哋當時住大角咀咧，嗰個單位裏面咧，頭先我講過啦，都有4、5戶人嘅。嗯咁除咗呢4、5戶嘅同屋主之外咧，另外佢近住門口咧有一個比較大嘅類似係 L 型嘅地方咧，嗯，就租咗俾一個小型工廠係做鞋嘅。做鞋㗎。係啦，咁佢嗱嗰個當時我哋面對嗰個居住環境咧，其實係唔係好理想，因為佢做鞋咧，始終係一個好污染性強嘅。嗯，並且係咧好多時候咧都要聞啲膠水啊、天拿水嘅味道。係啊，咁其實嗰段時間我哋住咗唔係好耐，並不好耐。嗱，咁就因為屋企考慮到嗰時我細啦，咁同埋我本身個氣管係有問題嘅，即係細路仔嗰時候氣管。係啊，咁所以咧做咗住咗，嗯我諗大半年到啦，即係我印象中係橫跨咗個農曆年嘅，咁就後尾就搬走咗啦。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即係亦都講出我哋兒時候嗰個居住環境咧，其實嗰個選擇嘅條件對於草根階層嚟講咧，就選擇性唔係好多。係啊。咁其實你隨住木屋嗰個居住環境之後，咁有冇啲咩特別嘅改變啊？哦，有啊，嗱，跟住我又住因為遷拆嘅關係啦，就編派我哋住呢個公屋。咁公屋咧，當時好新鮮啦，雖然地方細，同埋有一樣嘢咧，可能而家好多人唔知啦。以前咧，你啲嗰個人數咧就唔會斷人頭計嘅，就2個細路仔就當一個大人咁計嘅，係啦。咁因為嗰個人數去編排你個單位大定細，係啦，咁嗰陣時你哋編到個咩房咧？又都叫做細中，類似細中度啦，係啦，都其實好簡陋噶啦，嚇。咁你編排嗰啲房咧，嗰陣時有冇印象係一個叫一戶啦？一戶佢係有自己嘅洗手間啦，定係要共用嘅洗手間嘅？咁我哋比較好啲，我哋嗰陣時咧已經有共用，已經係自己洗手間啦。比以前咧要去啲公共浴室啊嗰啲好多噶啦。嗱，咁呢個公營房屋啦，嗰個起步時間啦，咁我以我嘅所知咧，其實係公營房屋香港政府上世紀嘅公營房屋咧，其實係起步於1950年代。50年已經有㗎。冇錯啦，咁點解會有我哋叫第一批嘅徙置嘅房屋或者叫徙置區咧？就係1953年啊，1953年石硤尾咧嗰啲寮屋區，其實所以寮屋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嗰一啲嘅木屋啦，或者係石屋啦，普遍都係木屋嘅。咁就發生大火。咁當年咧大概有5萬幾個人咧就係無家可歸。咁政府咧就
當年嘅港英政府咧，嗯就馬上就興建一啲大型嘅徙置區，就安置呢一啲嘅災民。哦，咁最早期嘅徙置區，我諗係50年代啦，嗯至到60年代頭咧，嚇都有一個特色。佢個特色係咩咧？就係 H 字形嘅，係就7層高嘅。哦7層嗰啲，而家有陣時睇啲懷舊嗰啲片都見過嘅。嗱，佢嘅特色咧就係、第一啦，係冇電梯嘅，就算你住7層咧，都係要行足7層樓梯。哦，第二咧就係佢係私人沒有一個一家一主一戶嘅私人洗手間同埋浴室，佢全部都要去公眾地方嘅。嗯嗯，咁環境嘅衞生條件啊，同埋個私隱度咧，就真係比較差嘅。咁啊係。咦，咁我哋講翻啦，我住咗公屋，因為嗰陣時公屋都係啲街坊啊，成咧都係一齊咁樣安置落去啊。咁其實相對嗰陣時啲左鄰右里咧，都會守望相助。其實咧好多時都係左鄰右里都會照顧翻，即係我哋啲僆仔啊，成嘅咁一齊出去都會照顧到我哋嘅。以前嗰、個、我哋叫倫理嘅情懷咧，係比而家嚟講咧係好好多。我唔係好知道點解啦，是否係因為當年我哋政府屋邨嘅鄰居咧，都係叫做星斗市民，都係草根階層為主嘅。係啊，咁所以咧，正所謂咧，即係屋企叫做有貴重啲嘅都唔會有。咁我哋當年我哋輾轉間啦嚇，我由大角咀搬去輾轉間就搬咗去蘇屋邨。哦，咁蘇屋邨咧係一陣我都會講關於多啲蘇屋邨嘅片段出嚟。嗯，咁我哋搬咗去蘇屋邨咧，每嗰蘇屋邨嗰個俾我感覺就係啲隔離鄰舍左鄰右里咧就好親和嘅。係啊係啊，咁親和到咧就係話啊，就算屋企突然間冇鹽冇油都可以去隔離鄰舍度借住一啲。咁我諗而家唔會啦嚇，我諗而家嚇。咁同埋咧，我哋喺白天嘅時間咧，好多時嘅時間都係唔會閂門嘅。哦，咁鐵閘都係打開嘅。咁亦都可以反映到咧個治安嘅安全感咧，嗰陣時係俾我哋咧反而覺得係更加安全嘅。係啊，同埋咧，我就記得有一段時間咧，可能大家如果有啲記憶咧，都會知道有段時間咧，香港嘅風化案都好多嘅。咁我哋咧個屋邨咧就每一座咧都有一個互助委員會，就每晚咧就派啲男士咧就揸住啲棍啊咁咧，就睇住啲即係夜翻嘅女士咧就回家咁嘅。講起呢一個互助委員會，我哋叫做當值啦。咁其實我都參與唔少嘅。咦？咁當時屋企大人咧就主要出去做工。係啊。咁輪到我哋當值嗰晚咧，就派咗我落去地下咧，就我哋叫所謂頭先叫當值啦。咁其實咧就係地下有張乒乓波台嘅。係啊。咁咧就係一路當值一路打乒乓波嘅啫。都幾寫意嘅嚇。咁亦都係呢一個叫做揸正牌啦，就出夜街啦嚇。咁如果唔係咧，就你都唔好諗啦，即係到8點後都要鎖門嘅嚇。係啊，咁相對而家啲鄰舍就比較冷漠啲啦，可能環境成長又各方面唔同嘅。我諗冇咗嗰種情懷啊，冇咗嗰種守望相助嗰種，冇咗嗰種親和嘅交往啦。最主要係呢樣嘢。係啊，因為比較上而家每個人嗰個講真嗰個生活嗰個態度啊，各方面都唔同啦。係啦。咁仲有啲咩關於居住環境啊，Vicky 你可以補充下。居住環境就可以講翻啦。
咁其實嚟講咧，居住環境就會比較上越嚟越好啦，我就覺得即係呢個轉變到嚇。咁同埋咧，我就覺得個私人空間咧就同以前唔同啦。而家個私人空間咧就個隱私度係高好多嘅。嗯咁最現實地説咧，就係而家都唔會話好似我哋以前咁白天就打開晒鐵閘仔。係啊，我諗呢個而家就好難見到啦。好難見到。就算係新搬入嚟嘅新嘅住客咧，嗯講笑咁講，即係就算你住對面屋咧，都唔係好知佢姓乜嘢名乜嘢嘅。我係會啊。啊，咁呢個係一個居住環境，你話轉變咗又好，優化咗又好，嗯帶出嚟嘅另外一啲現象咯。係啊，講翻咧徙置區咧，我都多數睇翻以前啲獅子山下，就好多時都講翻徙置區啲人個生活情況。咦，咁你又點睇咧？嗱，徙置區頭先我講過啦，其實係香港當時嘅港英政府咧，就係因為1953年啊，石硤尾廉屋區發生火警，咁一個政府即時採取快速興建嘅房屋政策。嗯咁呢個房屋政策嘅本質係好嘅，但係嗰件事件簿咧就係好遺憾。嗯。咁呢個點，Ricky？你對於我哋上世紀60、70年代嘅居住環境，仲有啲咩想補充啊？都有少少嘅，不過近來咧心情就麻麻地，因為大埔嘅宏福苑咧就發生咗一個5級大火啦。咁令我諗翻起，我哋香港真係久唔久就會經歷一啲大火嘅喎。咁你又點睇咧？呢一件嘅大埔宏福苑嘅5級大火咧，其實唔係話一件普通嘅火災事件咁簡單。我會覺得咧係一個災難性嘅事件。我印象中咧，香港嘅史上咧，如果講話係死亡嘅人數而超過40個人以上嘅咧，咁除咗話上世紀1918年2月份快活谷馬場發生嘅看台因為超載倒閉嗰個事件，死亡人數當時係官方大概有600個人。哇，600個人！踏入去60、70年代以後，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就係1996年11月嘅佐敦道嘉里大廈嗰個電梯更換工程裏面，旱災而引燃到嘅一個火災。咁當時咧，根據事後嘅數字咧，死亡人數咧有41個。咁我自己當時我睇咗呢一段嘅新聞咧，我都覺得係屬於係災難性。咁我哋就唔係呢一方面嘅專家啦。不過講開嘅時候，我哋都有一個嘅感嘆啦，同埋係非常遺憾啦。喺我哋錄製呢個節目嘅時間咧，根據新聞嘅信息咧，至少已經有55人係失去咗生命嘅。咁另外有13個人咧係危殆。咁我另13個人係危殆，另外有279人係暫時係失聯嘅。咁我希望咧就係失聯嘅人士或者係正被搶救嘅人士，希望係吉人天相。咁即係始終呢一件事，我相信對於香港或者係成個世界嚟講，都係一件震撼性嘅新聞嚟嘅。係啊，一元啊，其實我又有個感覺咧，其實相對呢個就係一個感覺啫。居住環境一路路個改變咧，一路路嘅叫做一路路嘅舒適啊，同香港經濟發展同埋我哋嘅風水咧，其實係咪有相關嘅影響咧？
呢個課題係一個好嘅課題嚟嘅。咁啊，我哋就試下從一個時間片段去追溯睇翻我哋個居住環境，同埋頭先阿 Vicky 你所講風水究竟有冇啲乜嘢吻合嘅地方，好唔好啊？好啊。嗱，我再重複一次啦。咁香港房屋政策咧係由上世紀60年代開始起手興建大型嘅公共屋邨。係啊係啊。而至到1973年咧，政府正式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統一管理徙置大廈同埋所謂嘅當時嘅政府廉租屋邨。咁呢一個嘅時間嘅里程碑咧，就標誌住公營房屋進入系統化管理同發展嘅階段。咁我哋回顧翻上世紀60至80年代，整體個社會經濟有啲咩變化？嗱，頭先我哋講到係一個經濟轉型期，好多輕工業嘅行業係不斷興起，亦都係支撐住當時香港工業化加速發展嘅階段。從玄學嘅角度，由1964年2月至到1983年2月，呢20年咧，我哋叫中元六運。六運。咁呢個中元六運就橫跨咗上世紀60至80年代呢個經濟轉型嘅關鍵時期。中元六運喺玄空風水裏面咧，就係六白武曲星當令，所以亦都有人叫做武曲運。咁武曲星咧，五行係屬金嘅，卦象為乾，乾即係如果用先天八卦嚟講咧，乾為天，所以咧一定係會象徵咗權威、秩序、擴張，同埋我哋會係將佢連埋一個經濟起飛、達至高峰狀態嗰個里程碑。即係發展嘅階段咯。係不斷向上發展嘅階段，或者咁講會可能係貼切啲。會啊，因為我記得嗱嗰段時間咧，就開始啲工廠啊，剩咧就越嚟越多啊，咁人民嘅生活都一路改善。因為當時香港嚟講係好多工業，我哋叫做實業，即係實業嘅形式就係我哋可以透過一個手作而係賺取到金錢養家活兒，而做出嚟嗰件產品咧係社會中都需要用嘅。咁而去到70、80年代咧，香港咧除咗話工業化嘅興起之外咧，另外有一個現象咧，就係轉口同出口嘅加工咧係突然間係爆發。咁好多嘅廠家、商家、資本家都會急速累積佢哋嘅財富。咁呢個就正值係武曲星、金性、硬橋硬馬，靠實力求財嘅典型寫照。咁啊 Vicky 你問到同房屋有咩關係咧？咁我翻去我哋今次嘅房屋課題。頭先阿 Vicky 你講過，我哋當年有好多兒時嘅居住環境係喺木屋區，係咪啊？係啊。嗱，當年嘅木屋區咧，多數咧就係起喺一啲山坡啊、斜坡腳啊，或者係山腰啊，甚至乎有一啲比較係我哋叫低咗落去嘅地方嘅。咁呢啲嘅木屋區咧，從風水嘅角度嚟講咧，係屬於帶陰嘅、帶濕嘅地帶。咁凡係帶陰帶濕嘅地帶咧，係容易帶煞嘅。咁我哋上世紀60、70年代有冇乜嘢嘅政府屋邨係起得比較好嘅咧？
哦，呢個真係唔知喎。不如 Vicky 你估下有啲咩政府屋邨你覺得比較好啊？我一陣間就馬上開估。嗱，最多人講梗係華富邨啦。咁因為好多時候你睇電視啊，都會覺得好多名人啊，成都喺嗰度出嚟。好，阿 Vicky 答得非常好啊！咁喺上世紀60至80年代呢個中原陸運咧，係武曲運。係。咁武曲運咧，從風水學嚟講咧，凌晨分開。從風水學嚟講咧，就分開凌晨同埋正晨。咩叫凌晨？咩叫正晨？唔好講得咁複雜啦。簡單啲講，就係坐西北而向東南。哦。坐西北向東南，坐就為之山，向就為之水。所謂山管人丁，水管財。能夠個屋邨係坐西北向東南嘅話，如果前面仲有一個大型嘅空地，我哋叫做空地作明堂。咁呢一個咧，從地理嚟講咧，係一個好規劃嘅居住環境。哦。咁頭先阿 Vicky 你講過華富邨啦，華富邨咧就係喺1971年咧開始入住嘅。係。而上世紀60至80年代咧，政府咧係刻意去削山填土，製造出後高前低嘅台地，而形成咗有靠山，前面有水。再講一次啦，山管人丁，水管財。頭先 Vicky 你提到華富邨係1971年開始入住嘅，咁呢一個華富邨咧就正係呢一政府削山填土裏面其中一個興建成嘅屋邨。咁所以佢個位置係非常之靚嘅，而且華富邨一直都被好多嘅市民都話最美景觀嘅屋邨。因為佢有啲單位咧就真正係臨海嘅。咁而家你要揾一個政府屋邨俾到你臨海嘅景觀咧，咁我相信都困難㗎啦。如果有嘅都俾發展商去投咗㗎啦。咁除咗華富邨之外，阿 Ricky 你覺得邊個屋邨都係有呢啲貴氣咧？哦，呢個真係冇乜考究喎。好啦，咁我又補充少少啦。嗱，除咗華富邨之外咧，地理裏面能夠有後高前低嘅地形嘅話咧，第一個就係石硤尾邨。石硤尾邨喺清拆咗木屋區之後咧，佢就靠住個山嚟到做一個佈局。咁亦都符合咗後高前低嘅台形。另外第二個咧就係秀茂坪邨。秀茂坪邨咧就係1960至1970年期間咧係分別建成同入住嘅。咁佢呢個咧亦都係依住個山勢分台佈置，亦都符合咗後高前低嘅台形。咁最後一個要提嘅，咁啊梗係要賣下廣告咧，就係我曾經住過兒時住過個蘇屋邨啦。蘇屋邨咧就喺清拆咗接近8個木屋同埋寮屋嗰條小區之後咧，就將個地形平整咗成個地盤之後就起建嘅。咁蘇屋邨咧，從個地理環境嚟講咧，係最接近於坐西北向東南。而蘇屋邨前面咧，亦都係有一大片嘅空地。我哋叫做明堂之地。蘇屋邨亦都可以睇到維港嘅水景，正正式式能夠做到凌晨水到位，財氣聚財。咁所以咧，蘇屋邨咧就被譽為狀元屋邨，或者係啊。咁蘇屋邨我諗都出咗好多大家必定會認識嘅咧，就係許冠傑啦。許冠傑係住蘇屋邨。咦，係咩？第二個咁亦都係我讀書時候經常見到嘅一個藝人，就係蔡楓華。蔡楓華係住蘇屋邨嘅。第三個都係一個藝人，可能近呢20年咧就比較少曝光嘅，就係周啟生。
周啟生都係住蘇屋村嘅。哦，最後我提啦，不能不提啦，就係非常之在音樂方面係非常之有天分嘅一個音樂創作人，黃家駒都係住蘇屋村。咦，真係唔知喎。咁除此之外咧，蘇屋村咧亦都係出過一個九優狀元。嗱，呢一個咧，我諗唔係太多人知啦。咁蘇屋村係出嗰個九優嘅狀元。咁啱啱咧呢個九優嘅狀元咧，咁我就有幸成為佢個同學。咁所以咧我就知道佢嘅威水史。咁我呢度咧就唔賣告白啦。咁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居住環境嗰個改善咧，其實喺個風水格局嚟講咧，都有好多係關聯同埋吻合嘅地方嘅。哦，如果大家想聽多啲呢類型嘅嘢，就留意下我哋以後嘅節目啦。咁記得like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個節目。有興趣嘅留言同我哋互動下啦。好啦，拜拜。好，拜拜大家。